欢迎收看《后上太上宫》，有法太家宝。耶！好，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忠古吼，又来到你老后上人共下来打最久的时间。大家俩下嘅想法都当進步、當發達，不過有一項東西佔你人到想法當中當重要嘅一部分，就係數據嘅。2017年嘅調查報告有顯示，俩下人多少人有一支數據嘅呢？就係佔到全世界人嘅一半都有一支數據，按到韓國、台灣人。每一個人有5.4億支數據嘅當地人講都帶。數據嘅做乜嘅會本你嘅想法安太嘅影響咯？基本你當歡喜邀請到50後生人老大家講，到底數據影響到你乜嘅總上先來分享了。首先我小嘅係質疑，大家好，我係有條寫上嘅站唔見嘅，唔過對本人程度嘅質疑。好，歡迎質疑。聽一首我小嘅係李家。大家好，我係有事冇事都想愛劉書記嘅總統家家呢家。我想泰國當然會總統，咩會總統啦？第三首我小嘅係北強。大家好，我係假使節目書記是15路水唔睇嘅北強。好，是冇北強。第四首我介紹係惠勤。大家好，我係冇看到書記嘅是講為彈幕度透露嘅惠勤呢。好，是冇惠勤。第五首最尾我小嘅係小鳳。大家好，我係吃飯無事就不離開身邊的小鳳。嘛敢不離開身邊，書記的啦。哦，新聞基本嘅50後生，然後加油講到，連下全世界有一半嘅人都有數據嘅，韓國、台灣人、日本人有5G 數據來平均啦。哇，所以沒有超過5G 手機的人5G 手機跟不上流行呐大家要兩下本大家先回想一下，回憶一下，體日機數據嘅係乜嘅時間有體日機數據嘅？我想大家可能拿到體日機數據嘅可能係國中時間，也係高中時間，還是不是智慧型手機的年代根據你調查兩下全世界75%嘅青少年擁有手機，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們來看一下，哇，有一個人非常年輕，12歲就有了呢，最後生，你先來講。我咩看起來最後生？看來像你看起來很符合12歲。對啊，其實嗰陣時係因為我12歲嘅時候就你去學校園嘛，嗰時候呢嗰陣時，一開始你打電話時都會用天發卡。係咪排隊去打電話？後來阿妹就講過，哎呦有點麻煩，因為有啲時候打電話本來通嘅聲音。嗰時候嗰陣時，阿妹就買摩托羅拉嘅寶貝機，係嗰陣時清有名，係除非電視上廣告打到清台，係主要係老家長講呢隻寶貝機其實冇乜嘅共用，冇乜嘅共用，冇乜嘅錄用啦，就打電話聽，就打電話還有傳訊息，就按用型。嘅咩喺當後生就有嘅數據嘅，嘅13歲就有嘅，講一下好冇理解？係啊，我13歲就有提嘅數據，不過也係數據呢係我媽媽冇用本愛嘅，也係我唔記得買牌啦，不過係折疊手機，係彩色嘅哦。哇！嗰時間我就當歡喜，因為我咩係好希求好嘢嘛，啲好高嘅時間，咩愛有數據，係冇咩。排隊天發卡是才懂麻煩，這樣是拿彩色清厲害呢。對啊，冇唔過我懂競爭唔啲喎，當然可能都係帶定嘅數據，你講咩係？帶到神行，係帶到神行，講唔見係，因為本人爬啫。係因為嗰時間我記得有30萬畫素動，有畫素的。23歲加下可能咩有10個年前咧，嘅世界有彩色嘅攝相機30萬畫素，算係懂厲害哦。係，唔過就懂社會畫素啦。古時候我嗰時吃到懂歡喜有一彩色手機，咩吃到非常威風嘅感覺。記得動紅，記得動紅，認為記得不好，記得嘅手機全係記得武漢人買嘅，不過我當辛苦啦，我到17歲長就我自家嘅提一支手機，你會講嘛？唔係，後來你睇了後面去幹嘛？因為你去幹嘛？你談到我後來，你說係咪17歲嘅時間？你去幹嘛啊？我提一支嘅手機吼。
按 fashion 哦，我们讲吼，我切个按 fashion 本太甲看一下好冇？Keep fashion。你还是来一来啦哦！你那个手机吼，我切个存钱买哦，我存钱哦，然后我攒年钱存起来长肉哦，因为我爸爸妈妈想讲吼。该手机吼是就联络爸爸妈妈给讲的啦，天发卡是做到的啦，所以吼我切个偷偷买的。哦，伊条大了吼，还唔滴呢，还唔滴有俩去手机啊。记得他看电视就滴。哦，伊条唔会看。我不愉快。哎，跟18岁张买给飞琴哦。我到记得冇看，记得全部有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你冇爸爸妈妈。你在乖乖的哦。我冇爸爸妈妈买，我冇爸爸妈妈买不完，所以你咪最出个嘅，最出个，我咪共用当出个，我咪系自家打工存钱买嘅，因为到我家张时台其实还系 BB call。请问是上个世纪吗？远古时代，100年前，BB call 糖豆是演出一些司机黑嘛，同个年代，年纪就跑出来，好。就是该用心爱美黑自己打工卖手机，因为就是要跟着时代进步。对，对啊，总得好，等下你要用 BB 扣摸英雄哦。上头跟投币式的电话亭，跟18岁买手机的 cell phone 哦。唉。其實係咪強用？係咩？係冇爸爸媽媽哦，唔係嘅。難怪我們同坐這一排，因為前面貧富差距有整查。有。你嗰陣時記得喺國中進校就有數對。貴 sale 啦。貴 sale 係，我嗰陣時讀劇校，我爸講乜嘅點啊？我用手機喺存錢呢，然後客服聯絡嘅，因為我手機都嘛，我要找你啊，冇，請來就要拿錢的咧。找我。因為我跟爸爸媽媽當上樣嘛，上個時常打電話本記掉。爸爸媽媽剛講你青腦呢，我說我會談嘅，唔俾講爸爸啊！佢第一手機用蠻耐喏，佢係18歲加下，嗰陣時就為到去追女朋友。哦，嗰陣時2007年，嗰陣時最新嘅手機啊，攞 K530i。哦，我看到嗰陣時我買本女朋友咩嚇，女朋友我空機。我是搞我辦門號，辦高橋呢，係要兩支手機就為到。18歲青春都唔得攀哦，係冇唔錯。我家長同意書，佢講嘅月租費那唔係有嘛，我有家長同意書。唔過我就我條條去買啊，我好錢我錢當久，最後要調價咩？我就想講啊，你住校生要存錢嘅咩？佢對我有風險，我只有當到地方，只有幾張條條嘅本嚟攀7個名。这个你播出去，你会不会明天就被抓走？啊，追溯期高鐵咧，追溯期高鐵咧。我剛有講到吼，就是頭擺嘅手機老了，下手機你知道檢查最大地方都那片哦，你講？我說檢查動作啊，因為隨體科技嘅進步，真經進步嘅動作。像頭擺啊，我記得我買過最貴嘅手機，就係呀。馬街。K550i Sony 嘅 Sony Ericsson，冇錯，因為一手機東風哦，嗰時間啊，誒 Sony 啊有分嘅 W 出嚟音樂嘅，W 音樂嘅機，跟 K 呀後擺有呀，專門嘅翕相嘅相機，話術較高嘅，冇唔錯，韓國阿記嘅蓋子哦，韓國有滑蓋嘅，滑蓋嘅，你跟火車一樣啊，你懂厲害，這樣子滑蓋個掀蓋就懂滑蓋手機哦，凍櫃哦，都得滑哦。而且我哋要清流行啲嘛，因為以前冇按用嘅這個什麼粉紅色、水粉色嘅，它貼片嘅粉紅色，古時我哋係清。即係玫瑰金嘅咩東西？玫瑰金啊！正經啦，我咁講吼，以前嘅手機啦，手機先係用來躺進哦為主哦，因為我哋機吼咪係旗艦嘅音樂手機，看吼這個有前一首、下一首暫停，直接在這個上面，你唔是滑開哦，你是走在按，是走在暫停。對，音樂嘅手機，就係嗰時間東四行嘅就會藍牙，大家有嘅藍牙機嘛，就會蹦蹦蹦喺藍牙。傳音樂係嘛？不會聽到唐豆太家講，你知道喏？
动爱个系统办手机，其实还是主要的目的还是打电话、联络事情啦。不过两下子智慧型手机进去动奉片，因为两下差不多都会用係掃描嘛。我们现在都比较那都比较新哎，其实更早一点是3310啊。哦，给董久哎，给3310出生啊，还没出生，还没出生，还没好忙出生，因为卖年头呀。跟志颖知道呢？我感觉两下时推才进步，沙飞改编。他叫不是。古送的水台的变化就会应用程式嘅部分啦。迄像两下要做唔得打那个文件啊，不过两下嘅数嘅就请封片做的回应，而你嘅 email 嘛，还有 Facebook、Instagram 还有 Line， 係冇。哦，大家都懂將會用手機嘅吼，不過兩下有一個新的名字，觀眾朋友們做嚟考慮一下嘛，講很多手機焦慮症，也係手機依存症，到底嘛個係手機依存症？你下一段節目轉來吼，繼續老太家講了。所以我愛喺飛機嘅時間，我愛去感覺吼胸口悶悶的，心冠躁奏，呼吸堵塞，感覺心肌梗塞。跳唔過去嘅，吼，快死掉強人哦！上講吼，袂用語音傳訊息不愛麼？袂語音同那個貼文下面留言按讚麼？太誇張，英雄鐵道。係啊，我語音上愛麼？哦，不會。哦，歡迎多進嚟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吼，剛下最尾老太家講到係乜嘅係手機依存症，然後網絡上有講到吼，手機焦慮症，它是手機重度使用者有8項，大家咪做嚟看一下，有8項有嘅就寫落來，到底是不是重度焦慮者？第一個有事無事就上來溜手機嘅。第二個手機嘅天窗會帶到神行，第三個手機嘅做唔得摩天就會凍手，第四個就算係水膜，手機嘅咪會變到順風，第五個手機嘅就係壓嘅全世界，第六個侵入嘅時間完全靠等手機來侵入，第七手機嘅就係壓嘅保護色。冇喺流拼人要交流，最尾嘅收到通知也係訊息嘅時間，天窗嘅硬字可以撩開來，你來看一下，到底大家有哪度？先來理解，先來睇嘅，先來看好冇？來看一下睇嘅有事無事都想嚟溜手機嘅啲㗎。我唔錯嘅睇嘅，真係係。有事無事像我上愛溜手機，做嘛會安尼呢？咁樣唔啲嘅，有陣時我都在溜1點鐘以上。都係溜嘛嘅。看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也係用嘅話都做定，不過就看到冇上愛看到冇做開嘅，就唔用下來。都係溜嘛有嘛意思咯。咁唔啲，嗰種我做手機係一動浪費時間嘅東西，不過又係當你必備嘅東西。好，家咁理解講題，可能嚟看天意嘅就係。手機嘅一定會帶到神風，假使手機冇到神風，就會吃到冇吃菜，像裸體窮人。抱歉，我日子在經驗吼，因為吼我以前吼當廠去外國做透露做些啦，我提這擺去大陸工作嘅時間咯，我唔清楚吼，到 FB 啦、到 Line 啦，會變成所以來所睇呢 ，Google 強嘅，嘿，我唔知，係提這擺我唔知，所以我下飛用機嘅時間，係飛機嘅時間，我就是感覺吼胸口悶悶的，心冠躁奏，呼吸堵塞，感覺心肌梗塞，跳唔過去嘅，快死掉強人哦！見到啲笑唔啲笑嘛，梗係，係嘛？上講吼，袂用語音傳訊息不愛麼？袂語音同那個貼文下面留言按讚麼？太誇張！英雄鐵道。係啊，我語音上愛麼？不會。等到工作人員讓我買 VPN，走在翻牆之後，我總得活過來。太誇張，又怕咩啦嚇？佢飛機呢？知道手機總唔得離開神風係冇？
因为像我是习惯啦，比如讲，我冇打电话后咧，冇滑手机，可是我习惯，我凑人多咧，我是手机喺度顺头。喺一段时间，我是我打开来看有人寄 email 冇，看有人留讯息冇，因为两下个人都唔好用打电话联络事情，其实让你留讯息。传讯息啊，韩国唔系简讯，系，佢让你留赖，系 Facebook 嘅讯息。佢上次动一直話唔想看嘛。剛剛嗰時候我是係冇看訊息嘅，嗰是因為我已經是耽誤到工作進度，係啊，所以我咪知道。手機不能離身，係啊，給自己呢。其實我嘅手機依存症啊，咪算係輕嚴重，因為你只有一個沒有嚴重啦。係，唔過呢，我係講法咧，所以我係輕嚴重，我係會看場合，係冇。像你做事嘅時間一定會看數據，像你一3年嘅時候，咪一定會看數據。我係老朋友叫下出去了啊，大嘴個吃飯嘅時候，我就請老哎喲，尤其係嘛個細懶人，請好打嘛個手遊。哦，真嘅。佢嘅手遊就會標到順通掛網，點。韓國記者講，我冇講啊，掛網天啊。古時你吃飯嘅老朋友食飯要跪天哦，所以唔得看數據，做嚟看嘅時間，那係 line，做嚟看一下，我馬上回，我有時間嘅限制，點冇？我回了後就做唔得看咧。誒，我哋咩係講食飯嘅時間啊，係講見看數據吼，幾傳唔到出嚟搶下。搶你食飯哦，好方法。坦白就冇應該挑你家食飯。好了，看第3個家有講到吼，數據會某天的時間，規上你就偏到東哦，那心情會暴走吼，某帶到航通天眼的時間，規上你吼很焦慮，懂手，應該係咪嘢？係咪給手風？韓國人有。愛用嘅真題。我係理智型的啦，不是暴走型。唔係暴走型的，我哋講哦，反正我數據冇帶動，我懂理智，馬上走神就搶架，我真去拿數據。這哪裡理智？我不慌不忙啊，我馬上提供哦，冇帶動。就決定哦請假，跟人比下，你馬上就要拿數據。用歐擺啦。我每次講出門咪好，數據嘅，哇，反正出門的時候就50%了。等到下組頭的時間，已經會某天會變5%。我說用幹啥？不過我已經離家很遠啦，已經出門在外，冇關係，不要慌，不要忙，馬上去買行動電源，馬上去買先誒，隨時就有天就。跟雅虎卡裡下面有50個行動電源，有3、4個到真的。送嘛個，很便宜的東西。哎，你講。嘿，像我去講吼，有上司啊，唔記得到，唔記得時。先有帶到，插頭冇帶到，插頭帶到，跟先冇帶到，嘿冇就冇帶到行動電源。有一擺呢，我抽查嘅時間，抽複查，我轉去沃行吼，我就某天啊，就這種好像很焦慮嘅感覺吼。嘿，我隔壁出嚟3分人，我出到去講，歹勢，不可以加我行動電源麼？太丟臉！你去人搭訕，那很驚聲啊！我也冇興趣啦，仲驚聲呢？係啊，我就愛用。所以啦，所以我建議哦，大家吼出門之前吼，一定會從我嚟一看吼。我出門之前就聽我老師家講吼，你有一個咒語是嗎？咒語：錢包、手機、手機。大家強下講吼，錢包、手機、手機。錢包、手機、手機吼，你按用音哦，你是絕對不會忘記。唔記得帶任何一個東西。應該這樣都有用誒，因為我加上就都唔記得帶手機。就冇啱到咒語啊。其實有冇空真佢有賣錢包、手機、手機嘅貼紙，做得你貼紙的，各個地方係冇。面部當紅有賣。繼續，冇啦，因為吼講到行動電源啦，我咁講吼，假使我冇帶到行動電源哦，我一定會轉到屋下，唔管吼我已經去到哪裡了？不管該應該工作就多重繞，我一定會轉去拿行動電源。跟我開年嘅時候，最重要嘅行動電源數據啦。剛剛講到清楚，哎，來看一下 TC 嘅，我每次都東嚴重，連水某嘅時間數據嘅都會變到順頭。抱歉，我就是個經驗吼，當見笑哦。有一擺吼，我各種嘅時節吼，我當上嘅20
唔系水摸啦，哎，当上个学习，哎上课上到一半哦，哎，老线上讲吼，哎爱去学习，所以我哎去到偏上。然后我学完以后，不要一直学完以后，结果我发现哦，摸带卫生纸啦，用改善。哦，很紧张啊！我想了半天，想了半天，用手机抽一下的吗？我用那个书吼，这个呛哩哩哦，太脏。我想吼，还会用垃圾桶地图吼，给它用过，改边角。然后最后怎么解决？好的，这时候口袋一拿说，哦，我就带那个手机，所以哦，该手机救我人命哦。用手机用手机用那个天就救我啦。哦，原来都用手机。招风哦，我好怪，现在有带手机用手机。因为这样子呗吼，那时候手机都把动充用的嘛，因为想爱视察，有时是视到高雄屏东安沿的地方，冇带到航空电影，勇敢的。冇怪，这查到之后再冲啦，冇航空。那个跟手机诶，都得有时候在看听音乐，我就看影片。你用糖还没做的，那给它剧情有变化，就好像天漏用的随时啊，他们都冇刷诶，因为动到摆。细神没有带点手机的，系冇？细神係咩？我有陣時，我因為我之前講啊，細神之前係考，哎呀乖乖哎，告訴機誒，看什麼東西？哦，滑手機就滑手機，我有陣時會。那個學長有講過，細神之前你會是吧？不是我張威。不要整集都偶來偶去。沒有，我有時候會這樣子，手機剩5%，含中唔得細神，要先衝到有30%，我才可以去洗澡。哦天哪！都有偏。要不然你在滑手機滑到一半，哇，某天呢，就有滑手機滑到一半跌到馬桶底度的經驗。跌到水度幾下擺，新擺，那最後。發現到一隻，就手機拿去那進到水，就拿去吹冷氣，吹冷氣以後再用冷風吹風機吹，4、5次手機就正常開機耶。拿去不用到冷氣，嘿，其中給底部給水分子變小，再用風把水分子帶走，再重複4、5次，那手機都要很多用。好，其實剛剛大家講到按到哈，其實我們手機依存症這樣講給細給聽聽哈，還有5、6、7、8盲講，其實看得出來。手機焦慮症也係手機嘅依存症哈，對於你兩下成發當中佔咗動態嘅部分，兩下好先聊一下，等下轉來繼續來講手機依存症，還有哪一條嘅症條了？漢基是讓你已讀。已讀漢基是冇負擔咪哦，是夾差唔多30呢種負擔咪。已讀不肥啦，最近讀到安尼情形，大家溫勇解釋，你講。應該就已讀不回擊啊！你來，他就已經不回，你要怎麼不回他？好，觀眾朋友，歡迎多轉來你後生泰山公嘅節目現場哈，加有講到1、2、3、4，將四個聽聽，你就講嘅按到4個，還有4個呢，來看一下，聽嘅係乜嘅，就係手機嘅，就係廿個全世界，然後當當也會用手機來購物。會刷卡，手機現在還有什麼？剛才講到行動支付嘛，按嗶一下之後，手機就當像係廿個全世界，就真緊哈，這風。嘿，個手機誒，喺喺全世界都蠻啲嘛。因為手機也有一隻功能就錄影。錄影啊，ช่วงไหน有聲音的嘛，啊，小孩子的成長過程就覺得很重要，你還有直播有冇開直播？沒直播，因為有常是小孩子會有意想不到的舉動，有可能就可以一瞬間，啊，你不到記錄，你手機就會從他推燈，啊，隨時要動鏡，我馬上給他往左滑就會到照相那邊，再往右滑就會到錄影那一格，然後就馬上按錄影。有常那小孩子的動作很可愛，有常跌倒啊，就覺得哦，剛剛那瞬間好可愛哦。妹，加100，給我跌多100。哎，這種爸爸很過分，趕快打一下。來試到我本佢太嘅時間，本佢看細細。他一定會覺得很丟臉。有陣時刻意安排，啊，你剛才你扣到沒？好，再扣100。動快，按有200。
帮小孩子记录，反正那种录样样的功能实在是很棒。对，随时记录，就会变到吼，俩係用手機變到你生活當中最重要嘅一件事情，就係壓手機，就係壓嘅全世界吼。再來你看咧係第六個，當我被侵入嘅時間，完全依賴手機，完全靠嘅 Google Map 也係那個 Apple Map 有冇？我真嘅係完全依靠 Google Map， 完全，因為唔管我去哪一片，我都會用 Google Map， 本期建議我用乜嘅航線啊，我用完轉查嘅路線，像我真嘅先建議講，你路痴啊，真嘅我用 Google Map， 因為像路痴出去我不會出國了嘅時，咩唔時間，因為連我去日本嘅時都係用 Google Map，做啲自家查查哦。真嘅。跟一定嘅副卡係會迷路嗎？冇啊，因為。隔壁空嘅咩冇？古早啲轉副卡，每大擺轉副卡都會開 Google Map 很低哦。你像講去那個家裡附近走一走，有冇半點鐘當轉得了無？沒啦，古天嘅那係來青島擺衝嚟來客家電視台嘅時節，T 開始我用 T100沒有用 ，T300沒有用，都 T400張做的。你真係懂歐巴呢？不過我想自己有點凶啦，因為你妹路痴，我妹係路痴大路痴，像頭擺我接同都會轉好搞嘛，不過畢業以後啊，你好講用版好。我6年以後就真係唔記得我重買公差。10年畢業，讀10年畢業還會唔記得？真係我唔記得，係啊。聽歐巴，幾百件咯。我感覺記得講嘅冇唔錯哦，因為像係啦，因為我當時從外出嘅工作啊，國外很多都改標示全係別的字眼，我看唔識，首先有你假是用手機看 map 啊，看導航啊，其實係中文哦，其實係中文好方便，係很方便嘛，推薦還有給大家。咩離線地圖，是咩動準，其實真嘅清理啊，係因為嗰陣時我去日本嘅時節。度後日本嘅全部都天才全部停天呢，全部停電。給 Google Map 當還有下誒，說現在停電這樣。係啊，係從 Google Map 厲害嘅素材就係一下面有講誒測查啊，也係那個時間都在記錄啊，大數據，用大數據來檢測，真勁。就會檢測所有正在使用 Google Map 嘅人，佢就會考慮到大商人嘅行通嘅速度。來接聽，你還那一片有測查，那一片冇測查出來。其實這算是我們的福音吧，算是福音哈。對現代人係福音哦。那有看第七個手機係亞嘅保護色，就係你都上分嘅環境嘅時間，冇一老上分人交流，很怕跟人有眼神的交流，怎麼樣？你還覺得我嘅大絕招了？大絕招，師太你好。不過你阿姐話，那係本地上人看到那有啲嘢，因為有啲時候我會真嘅就冇上去講法，可能你有啲距離係喺你自己3分嘅地方啊，然後就有啲尷尬嘅時間，冇想讓你有眼神的 touch，就都在試用手機，還有啲人會推銷東西嘅時候，就都在裝嘛，我在忙，冇喊你喊卡後就戴耳機啦，戴耳機就加湯冇玩咧。係啦，其實我大擺都我不會行路，我都會戴耳機，不過我乜嘅東西都冇用。我就是單戴耳機。羅先生要買筆嗎？假裝很忙，假裝聽不到。有冇？我真係沒買誒，因為我係頭研都頭一遍嘛，重查嘛，有陣時真係從下遠嘅時間會讀到乖乖人。這邊唔講，是不是有這種吸引力啊？唔對啊，因為知道有一些，唔講我有一擺戴戴耳機，啲乖乖人就見到人講法，我就7家，然後7家講法講1點鐘。哇！唔錯呢，我知道啲手機啊，其實真係係除咗係保護感機以外呢，咪係保護自家。真勁吼！你來看最尾一個咯吼，就係手機一收到通知啊，係信息嘅時節，就硬皮硬時常去回信息啊，係溜開來看，會有安尼嘅情形冇？你講？我真我想讀威啦。跟朋友傾到係冇？朋友當到，尤其啊係有陣時去看天陽嘅時節。
有来买，哎，都冇礼貌呢。就上下来大口来看一下，震动的世界，技术大口来看一下，骂啥，就有在讲啊，讲要出起来。对啊，俺看看戏啊，看天下的事就会出戏的啊，就知道俺用到唔最聪明。其實俺知道咧，係真正係動無禮貌嘅一個行為啦。係個觀眾嘅一個道德問題。如果有接到訊息嘅時間，係唔係吃飯沒有懂到朋友不，一下就硬要回，好奇怪呢。冇飛機我知道乖乖。對啊，某時有時會給你跟回簡訊之類一樣，係那種很多人的群組。一嗨就已經超一嗨人，一嗨冇看沒好，就突然跳到30-40。這個還好，這個還好。那有一個群組一嗨冇看就99加。我就直接來3天。真見聽到係弄人家群組。哇，好嘛，跟佢見到有輸有輸。有到朋友是係，佢讓你本佢訊息嘛，可能前幾講你少走的是朋友啊，冇是少走的做嘛事情嘛，還幾時讓你已讀。已讀漢其實冇負擔你哦，是夾差唔多30以上負擔你。已讀不回啦。係已讀不回，可是應該前幾個事情係少走啊。係啊，聽講已讀過體咧。係啊，所以可能3-4天。沒正經嘅聽。但是正經讀到按呢情形，大家運用緊噻，你講。我就已讀不回佢啊。他就已經不回，你要怎麼不回他？冇他一賣來就波數你，波鼹鼠。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你。哎，大家這邊都無聊。不過按你講到按到嘅手機焦慮、手機依存症嘛，哎你倆行好，太人私太人進來進入倆智慧型嘅數據，大家對搞太人用數據嘅時間有讀到嘛個神奇也係當天嘅事情有冇會見？像前一波是母親節嘛，喊走誰冇喊啊，所以應該是冇轉一款愛媽媽。然後前一天晚上是老給賴哦，然後兩三時賴到哇講得很感動，動到我啊已漏燈。講到淚講涕泗綜合。係啊，結果聽見他一大早開始傳訊息，有傳一封信息幫他講，佢講，老大，昨天媽媽跟你寫的那些訊息，怎麼我今天早上起來通通不見了？成日撈要吃退。係，佢自己刪除。剛開始想講啊，怎麼辦？結果我媽媽自己自問自答，佢講，我覺得你很聰明，應該可以把我那些訊息都弄回來。結果開始，我就一條一條撈佢複製搭轉移，複製搭轉移，它按照嘅順序。然後有螢幕快拍影。係咩？係啊，要 screenshot。全部弄好咧，加上想講，我應該截圖時候咧。你講。係啊。咁樣用按用嘅感覺，因為尤其也係野外嘅時節，我哋買本機嘅手機、智慧型手機嘅替代用嘅時節啊，它無關，就有動到嘅問題。乜嘅問題？哦，依度像講，要應用版來放大，你就講你用技術。照相機怎麼開？唔錯，你用技術我要按鈕，幾張紙按鈕用你啲冇，還佢按鈕嘅儲存啊，用，尤其係愛媽媽吼，有一擺啊，當你都老愛講。你可以幫我備份嗎？你都係老愛批分嘛？你都係老愛批分嘛？愛用東西就動到嘅問題，就想講，愛本你智慧型手機，你啥？然後智慧型手機用到智障型手機，這個準智障型都在用誒。不過我真係呼籲大家要對呢個種皮係攞有耐心地位，像我老我嘅阿姐就真係請有耐心，因為呢係教我嘅阿婆，係跟我成日阿婆看呢都有智慧型手機，佢說佢就講佢咩愛 Line，他說我咩愛 Line 唔到，我說哦好，做嚟就帶佢去拍嘛，呢就幫佢拍嘅 iPad， 因為聽細隻呢個智慧型佢看唔到，佢說問佢係太雜嘅平板咁多的，係佢真嘅係愛用嘅，沒成功。佢真嘅係輕認真，我覺得要鼓勵我的阿婆，大家為我阿婆掌聲鼓勵。現在是怎樣？阿婆加油！阿婆加油！因為我阿婆真嘅係輕認真嘅好上誒，因為我老我家阿姐先本佢下載一般嘅 Line 啊，還有幾個我愛接龍，因為我怕我老人痴呆，故所我愛搞接龍哦，下載後，我順時呀，乜該按用版之後乜該來，佢就在記事本哦，它是一個步驟，然後箭頭勾起，這下打開 Line 點下去，然後再
按什么什么再点，然后如果我说下不出来，司機會發給圖誒，你話？真認清認準呢，係啊。真點清認準。唔過講到耐心，真要有耐心嘛。像我一下講嘅啲廿我其實出動厲害哦，我設計嚟做長輩圖。設計做，尤其係新年嘅時節，新年嘅時節，每大家都會講新年快樂，哎，每一年怎樣。大家給總則當你早晨對，早安您好，新的一天祝您平安順心。我買爸爸嘅那個長輩圖非常的厲害，佢就按用。然後大家好，新年好，每天都很好。哎，你去七甲州，這個係相片係冇？這個係相片，係真非常厲害，真係厲害咧。我嘅爸爸媽媽老李家嘅爸爸媽媽差唔多吼，動到問題啦，動到問題。係啦，到記得哦，開始讓手機嘅前兩三年哦，問題最大哦，最多是係傳簡訊啊，李家嘅爸爸媽媽們吼，要用慢放大啦，你爸爸媽媽們吼用辦傳簡訊啦，用辦唐人我啦，大基分眾哦是很愛經濟嘅方言，問愛當到嘅問題哦，愛全冇辦法回答，太多問題了，沒辦法回答。愛是講吼，是安用啊，講完後就忘記，講完就忘記。你太假做對了，爸爸媽媽講下下來，係冇？下下來也會搞丟。更多嘅方法冇辦法，是一直講，你去講。其實老人哋嘅種批啊，還有老人家教一種方法就好咧。就算有輕度嘅方法，你就教一種，佢就用兩種就好誒。按用來學校，我現在學到了，因為吼，嗰時候給我聽音樂，我是下載一種。就是聽音樂的，其實進去我幫他下載好，所有基上來聽嘅音樂全部下載好，其實我看追劇，其實把它全部下載好，其實就全部看好就好。你就看就好，唔是咩按到。好，家博謙講到青島哈，你老師太人在相處教育班使用手機嘅時節，加上會遇到當道嘅困難，很多問題。聽講嘅小鳳咧老家嘅聰明而又動態嘅問題哦，到底係乜嘅問題？你先聊一下，等下轉來繼續來講了。轉傳，下去。係啊，就全部選，全部轉傳，結果怎麼那一瞬間那麼眼熟，我心涼。聲音你看唔得咧，見咩圖片啊，見影片呢？台北有共學長是送看片。咩？跟轉傳有愛有去處啦。你係唔係想講新關度？係唔係想好片要與丈母娘一起分享？好，歡迎觀眾朋友多轉來你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家下節目嘅最尾要留嘅伏筆就係小鳳老聰明愛發生一件動感嘅動虐殺嘅事情，然後大家分享一下好冇？其實真件都唔想講咩，都唔想講，係愛講。因為大家老長輩有陣時會傳嗰種早安啊，嗰種圖片，那有圖片笑話唔掉啲嘛，還有短片笑話。我口上係冇想很多，我想講等於就愛聰明愛傳本愛，我也有點回應啲嘛。有人傳笑話本來就這叫長按，佢話有選項轉傳，係啊就全部選，全部轉傳，結果一轉傳我就馬上看到，因為轉傳佢話一封一封跑嘛，啵，跑到有一封我就怎麼那一瞬間那麼眼熟，我心涼。嗰聲音你看唔得咧。我睇完就看得18+嘅影片就係乜嘅愛情動作片，見咩圖片啊？見係影片咧。台北有共學長是送看片。咩？跟係轉傳有愛有去處啦。你係唔係想講新關度？係唔係想好片要與丈母娘一起分享？啊，沒看到勇敢仔。沒有，我就按你看的一傳出去，我就看那手機誒，我差不多看了5分鐘吧。對，已讀。後來應該在這時節應該還沒有消除送信那個功能嘛？沒有，就是喊做喊冇。那已讀以後，我就看那個手機，我吃飯啊，我在煮菜，我就看那手機，看我
聪明后，要回我什么，对吧？就看了但哦，有梳子用底矮隔一粒重的了。我看了半天，佢冇回传啊，最后还是都唔到，还不用讲，你去每日尾都带有看到有冇看到？有啊，我就想讲赵峰怎么会传这个给我？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一位？结果两件事情都他已经经过2年了。我们双方很有默契，从来唔是讲一两件事情，在那个表水漂流沟通。汉白做得个传一百本也从唔咯。汉一百转传的时候没哈，这都要看好，看清楚了，这样转。对象係乜嘢？还有对象要动作。係啊，家大家都講到青島沒有老搞太人呢。用手機的時候會發生嘅神奇的事情，都帶來智慧型的種子，不管係手機嘅平板，也係其他的種子嘅電腦，對外頭嘅想法來講，都係防騙，也係唔防騙的自己先來。我剛剛係真係清防騙，不過除咗防騙嘅時候沒有。就會唔防騙，唔防騙到哪片？因為像有啲時可能你做事情多年，想去開下，就本去啊休假1年，休假一下，休1年了後呢，嗰陣時你哋嗌就冇想去回到公司有關係嘅 line， 不過嗰陣時嗌就想，好，嗌聽講呢張回答，佢就 line 嗌冇回 ，line 冇回了後，佢就Facebook message，叮咚。嗌冇回，後來咄逼人嘅，喊更加電人講係乜嘅地方？打電話來係冇？唔係 message 冇回，記住嘅嗌嘅 po 文下背留言。哇，很誇張留言，我有給你信息，有沒有看到？冇唔錯，嗌愛前面愛問到嘅事情像回天，愛用型嘅。故說嗌就感覺有啲時可能搶防騙、聯絡騙啥嘢，故說嗌嘅想法就本人綁架，被人家綁架了。有場時想要輕鬆一點咩哈，就想要一上癮，冇講有本人請嘛，有講要約，想要裝失蹤，我失蹤一下啦。不過也係屬於搶防騙的啊，你想要動到 app 啊，你這個不想理，還有另外一個。對啊，真嘅，真嘅會按。我們就是被一個社群網站綁架的世代。你想我唔見係，那係愛 po 文咩？都唔得 po 文啲嗬。很心甘情願。設定他實看唔到。他是關注到你係佢都拜託大家來前言，對吧？給你講呢，係咪有同感？我知道追防騙，家下因為按用吼，追防騙就會秒讀啦。係啊，因為秒讀將會造成按用嘅情況，還有Line Pay 你大家會用冇？就講買 Apple Pay 啊。很方便嘛。係，出現嘅時節，伊嘅手機就都在付錢咧。係啊。古上來說應該算懂防騙啦，係，不過沒有冇防騙嘅時節，唔好就係老人嘅。運鋪啊，體力進來進廠嘅感覺，冇錯，係啊，用權咧，係。跟飛權知道防騙啊冇防騙都那邊哦。防騙是你下動到 app 就會下載嘛。從我自家是一個手機，上次出去表演嘅時間，從我自家用吉他，我某一個用烏克麗麗，馬上就拿出來調音。吉他調音，調音器。韓國烏克麗麗好烏克麗麗的，是隨時都在調音來用。韓國冇防騙是因為我知道。頭先我跟李家講嘅差唔多有啲共用，所以你老人之間啊，像你上次用 Line 啊回答音，其實因為文字冇表情，係你團隊嘅聲音，你一下想嘅係乜㗎？係，你是咪想講佢係咩？他是不是生氣？對，係你回答音咪係共用嘅。你看到哈兩隻字哦，倒帶佢嘅整件動條，佢係基本上係回答你，應付你。你就會猜啊，所以你老人之間啱咪知道，應該是。嗰種係就還好視訊。係。可以監視。老闆上你都係視訊好。勞力㗎，係啊，有啦。跟社風咯，我知道剛剛講嘅後腦塊沒有？我知道還有一隻編排問題，就講你，因為從頭擺BB 扣又聽做誒，頭擺預付卡給用時哈，你刺傷了隔壁的那個美女。唔過偷離係共用啊，人家講嘅偷離係共用，預付卡可能不冇錢嘅，給用時聯絡沒哈，講好嘅事情我們是絕對使命必達，打電話給用時當鬼啊，就想講哦，講好嘅事情大家就不使命必達，看唔看兄弟還是那個聚會很容易散掉。
哎，就哎，那就下次吧。哎，眼摸下，眼摸下。来啊，董健吃到咯。唔講吼，我使用日本嘅認同哦，因為我咁講吼，手機老應該自己，你講吼沒有溫度啦，變燃啦，變遠啦，你講我感覺相信吼，反而拉近硬之間嘅關係，因為吼，假使你冇見面哦，假使你見面，你是有看到喺手機上面的貼文啊，你看到他的分享啊，你這樣走在地哦，結果好啊唔好。唔過咧，真經假使冇支付一件種子，大家敢做得個生存下去，抱歉。我感覺活是活得下去，唔過吼，喊我需要一段過渡期。如果到了過渡期完畢之前哦，我咪可能哦得到非常嚴重嘅憂鬱症。因為我感覺手機除了吼心靈上嘅仰賴之外，我都做些嘅事件吼，我咪當騷擾手機，像我教課啊，我老家長之間嘅聯絡，全係用賴嘅群組，我老主持啊，公關公司之間嘅聯絡咪係用 Facebook 嘅訊息，我老我爸爸媽媽來我朋友啊，全係到手機，所以我感覺工作心靈圈會跟手機綁拖起來。OK，你家做乜按卡起來？我愛吃到雖然愛動好用手機，不過愛吃到也下大家喜歡用手機係因為環境嘅影響，迄個冇按用嘅環境好，因為與世界脫節啦。真嘅，韓國有常時會想，愛調擺冇手機嘅世界。都在用吧，係啊，真嘅。這世界教嘛，像記得人教順古誒，大家有教過順古誒嗎？順古誒。啊，好，大家不是在鄉下小孩啊，好，算了，我們當我沒講，拜拜。順古啊，他都給做個當行啊，半夜背啊，係啊，還做個給油鼓啊，劍斗高啊，但是好像是那個500年前的事。要韓國東西按用的事情。係啊，給不會聽懂，你知道，如果沒有那個。你活得下去嗎？應該老爸看有到窮遊啦，憂鬱症。不是我愛冇養蟲，唔會都活不下去啦。可是近期是還有一段時間來適應該冇風片啊，係啊，從銀行最近簽到盧斯喏，之一喏。其實我剛剛係因為睇起來都出嘅用，但係睇起來都冇用，你就做嚟習慣。不過我在清睇嘅問題就係講我驚我冇 Google Map，我就會。嚟貴生，回不了家。貴生你就會講我會見衝者哇。貴生公園好嚟。係啊，回不了家。當年就會想講眼見面多大對內行，也係南片，也係北片，也係西片。去嗰個地方就輕浪費時間，故說愛清洗手機。係，所以每個小鳳來計算一下。我一直想到他回不了家，而且滴錢的繞圈圈。係啊，呢個冇手機用解釋。冇手機啊，我知道，我可能咩像白強講嘅，可能會焦慮症、憂鬱症、躁鬱症。好吧。不過我親講嘅係乜嘅，你知嘛？就給小孩不好的示範。哎，真嘅。阿爸就按用嘅啊，就一定要手機啊。裝唔得。慢慢的檢討，係天天的冇按講。真嘅。其實我根本嘅大家都講到青島用手機嘅事情，還有搞太人用手機可能會發生很多神奇呀、唔神奇嘅事情。現在手機焦慮症已經是現在的文明病之類文明病之夜，大家都用手機嘅時間，聽說哎聊一下，用一下就會聊一下，冇讓自己變成焦慮症的患者之一咯。今日嘅東方醫感謝50個後生人老你分享，你下禮拜休一個時間，我繼續來收看你嘅後生太上宮，要花太假哥，你張來聊聊，拜拜，張來聊。